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讲到今仔日，中国的经济数字看白无限期，中国的经济讲的崩盘，这个论调搁再起。所以统一台湾敢是化化而已，但是看到别人，想到咱自己，台湾变成东亚 GDP 的第一，但是大家的薪水哪会拢无起？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 ？GDP 是要安怎创，才有真正有价，才会当变做咱家己？咱今日专盘来讨论。首先，咱来紹介到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咱資深的媒體人蔡喬治。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二位呢是咱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的教授蔡明峰蔡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第三位是咱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碩士班的教授蔡錫芬蔡教授。大家好，我蔡錫芬。那麼首先咱來看，因為這幾日啊，大家攏在討論這20大吼，中國共產黨的20大，講到這個習近平啊，講發出咯無放棄武統台灣，但是美國的國務卿 Blinken 來表示講，北京決心要加快統一的時間表，更加佫提過，如果呢台灣呢來這個晶片來中斷，那麼世界各地會爆發的危機，咧經濟會崩盤。啊，不過來台灣訪問呢，這個 Harvard 這個學者認為，如果對經濟層面來看，未來5年到10年的時間，中國家己的經濟情形了無法度提升，習近平無法度來統一台灣。中共20大召會的時陣，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加前國務卿萊斯進行對談。而最近台海局勢正受注意，布林肯講，看到習近平正帶中國走向國家結政的方向，警告講北京決心要加緊統一的時間表，無少着用武力的手段來實現。A very different China emerged in recent years under Xi Jinping's leadership. It is more repressive at home. It's more aggressive abroad. And in many instances, that poses a challenge to our own interests, as well as to our own values. 布林肯也講到半導體，講若台灣生產晶片因為危機中斷，全世界攏會發生經濟危機。所以維持台海的和平穩定，確保和平解決兩岸分歧，對美國來講是相當重要。但是來台訪問的哈佛大學嘅教授認為，對科學經濟角度來看，伊認為習近平並無着急要統一台灣。Any forced reunification with Taiwan is not possible in the near future.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intention. I think the Chinese leadership realize it is impossible. 如果他自己已经认为说他已经完成了这个历史的定位，已经完成了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呢，那么也许统一台湾不是那么迫切的事情。台大政治系教授杜怡芬也認為，雖然習近平發出反獨出統，不過中國嘅經濟狀況無啥好，未來5到10年也無啥可能輕鬆拍一場戰爭。認為武統嘅時間表會延後，目前應該會先用假信息等方式來影響2024嘅大選，提出戰爭加和平嘅選項。記者綜合報導。咱首先呢，要來甲觀眾朋友來探討嘅就是對20大開始來講起，講到經濟，中國嘅經濟到底會歹到倒位？他都係咱這配音內容講無啥好，到底是無啥好，還是真無好？咱來看一個現象哦，這頭一擺吼，這個外國人吼，牛津大學的中國中心的研究員哦 ，George Magnus，伊講吼，在軍中中國經濟數字發布的差不多半世紀50年之間啊，我從來無遇到哦推遲發布大量統計數字的情形，就變成是講在發生疫情還是衝突的時間，嘛是還佫有公布啊。哦，真濟數字無公布，包括啥物呢？包括即季度的國內生產貿業GDP 啊，月度的工業生產、能源出產啊，固定的資產投資、房地產，咱來看這張表。伊這中央統計局，你甲看，這攏證據，這因家己官方攏寫的。10月延期
延期。16个数字超过10个延期。哦，这个看起来真无平常啊！吼，这个过去哦，那20大，那这个19大、18大进程，大家拢会是来讲啊，而且对着一个大国，任何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伊要公布这个数字，要准时来公布，无喏。对着这个金融啊，尤其外资啦，对这金融投资的信心会无够。有点下，你讲。这边吼，其实中国对习近平来讲吼，伊无头法度通过顾虑这个代志。为什么？大家拢知影讲20大进程，所有大城市对北京、上海啊个广州这个所在吼，大部分拢咧封城。为什么要封城？这边若无封城吼，伊这个20大的政权可能会受到挑战，所以伊达到啊咱所看到这个数字吼。因为封城，所以这数字嘛甲封起来。要封到当时，封到伊即马已经确定讲吼，伊第3任这个任期无问题啊。但是无问题并无代表讲吼，我结束了吼，我习近平我坐伫遮我就足在，因为后壁开始第一有人要甲反吼，有人要反讲吼。因这段时间，大家日子拢歹过。你讲这经济学家要安怎统计这数字？你敢若上海封一天？上海封一天吼，大家讲吼，至少了100亿吼，但是封遮久啊，所以伊的经济那应该看起来是负的，绝对无可能是正的，吼，所以伊讲吼，我本来全年度吼应该是5.5啦，吼，但是到第3季看起来应该是有2点几、3点几，我甲大家报告，其实这个数字对伊的政权，对伊这边20大所要发表的吼，拢无影响。为什么？我只要政权会当顺利就好啊，但是。20大开了，伊刷来要做啥物代志？伊刷来讲，第一，若有人要反的，吼，我要爱所有遮的7上8下，我遮政治委员会遮的人，对，人事瞧好，若袂用一个，我换人，吼，所以咱看到讲，上海的书记本来是要派伊做重要任务，但是伊因为上海封城做了歹，所以吼，伊就无法度甲动用，吼，本来要互伊做大的位置，所以你看进前佫发生着河南郑州这房地产，你看讲恒大已经倒啊，倒了后要安怎？大家做侪人讲吼，中国的房地产敢会倒甲吼一片凄惨啦？我讲无可能，为什么？因为20大以后，伊只要讲这个部分交互汪洋。吼你好好去培养，佮培养新的是遮可加印，新的大家讲房地产这边会当互我控制的人，科技产业吼华为的这个任正非，若会当佮继续用，咱就佮继续佮互伊做，无我就佮培养一个新的。伊本对这个国进民退这项代志，伊佮要来重演一摆。对，伊会佮定调整，为什么？因为在这个20大进程发生着足侪变化，这个变化包括大家才看到讲，伊为什么要控制香港？因为伊若无控制香港这边20大，可能足侪这个太子党，足侪这个中央官员伫遮洗钱，伫遮咧造反，伫遮咧舞东舞西。我已经香港为什么我要安尼对付伊？因为伊失控。所以伊失控，互我影响到我的政权。所以对中国来讲，所有一切政权上重要。政权伫咧我土地，刷来才讲，就刷来才讲嘛。因为上海的土地一平米吼，嘛会使5万，嘛会使50万啦。所以这拢是我经济，我家己这个经济体内面，这是这政权的本质。对，所以政权才是本质。所以你讲吼，安尼是毋是会加上讲？伊吼经济歹会武统台湾，我甲大家讲，伊若要武统台湾吼，就是台湾对习近平的政权有威胁的时阵，才有可能做这件代志。但是对伊来讲，你即马咧选举，我只要派一寡人，我只要开一寡钱，互你做，互你统战，互你直接乱。所以这边伊上主要。你讲了2个重点嘛吼，一个就是政权，这是伊的本质。对。第二就是伊会武统台湾，无武统台湾，甲伊的经济好歹无一定有关系。无关系。所以只要影响到伊的政权的时阵，伊才有可能做这件代志。所以伊即马刷落来，政权20大以后，伊所首先要对付的就是对
中美的贸易战争到即卖的晶片战争，到即卖伊要安怎解决代志？是毋是有新的人会当来面对即个代志？伊家己的科技是毋是会当发展？发展甲互美国感觉有威胁？因为这边的新的晶片战争是啥物？是美国感觉讲你直直发展武力，所以对我美国已经有威胁啊！所以这点才是美国才是伊的敌人嘛。下半场也未开始啦。对，美国才是伊的敌人嘛。台湾是基地嘛。好，我来请教蔡老师。老师，头一个咱就头就破题了，讲这个现象真无共款吼，无平常。应该要发布的这数字拢而且是写无限期吼延期哦，吼这是头一个。第二个是讲，我讲白，因为凊彩创的数字互你，伊嘛是会当公布啊，伊是安怎不爱公布？第三个就是，咱今仔日头一个就要弹出来，就是讲中国的经济敢会崩盘去？蔡老师。我感觉第一点就是讲，现在伊这经济数字吼，会怎延期，而且是无限期的一直延落去吼。咱会当对着过去吼，中国伫即个7月、8月吼、9月吼，因所公布的即个数字吼，包含着因的消费的数字啦吼、投资的数字、工业生产的这个数字，其实拢足低，比因的原来的预期吼更较低。差真多。因本来是想讲，可能讲会袂歹，但是吼。用出来煞愈差愈侪。我咧想啦吼，就是讲，伫即马吼对政治方面来讲，伊都好好会当互伊延任就好啊。吼，伊会当行入伊家己的时代，吼离开即个邓小平即个时代，无甲继续安尼甲伊的位安尼传落去，伊会当开始吼做伊的任期。我感觉这是上重要的。所以数字要好吼，其实做难的吼。咱对着伊前即个上海封城到近，吼最近即几工咱嘛看到郑州又要开始咧封城。所以，伊即个封城的即个做法，安尼一直延续落来吼。要讲伊的经济好，迄是足难的吼。是安怎呢？因为你封城，你消费都无去啊。你安尼开袂着着封城，你造成着即个厂商，你安会当想着中国共产党伊要叫你停产就停产，你绝对无问为虾米嘛，我就叫你停产啦。所以对着厂商来讲，这是真大的无确定的一个原因伫遮。所以伫即个情形下，厂商你要继续投资。伊会留住足久的，伊会想讲啊，即个所在是免甲继续投资。特别拄则即个玉婷姊也讲到，就是讲即个美国对着中国的即个封锁，特别是即个晶片的即个方面吼，当然受到一寡厂商就想讲啊，我是要继续投资、继续生产，爱归去来离开。你若爱开袂着，就爱封锁，好我无法度生产，啊，互规个即个金流拢怎啊无去。啊，我资金要汇出去嘛，爱受到你的管制。伫遮侪限制的情形下，若一个理性的厂商，我想伊是拢袂入去的。啊，遮个理性的厂商内底，其实中国的经济行到即马，拄则主持人讲着讲，中国的经济到底会崩盘袂？会崩盘袂？有一个足关键的，就是讲。虽然我想中国对着整个民主国家即个歹蹭蹭的即个态度吼，真侪国家无介意啦吼。但是咱嘛爱承认讲吼，就是讲过去伫即段时间以来，咱足侪民主国家嘛是甲中国饲大汉啦。也就是讲，其实伫咱整个生活的过程内底，咱一透早起来，咱开始咧洗面，咱开始咧拢 Made in China 对。你的起锅反正就中国做的啊，对不？你的衫啊，足侪鞋啊嘛是拢中国做，也就是讲中国伫基本的即个生产的即个部分吼，伊有一定的分量伫遐。全世界的厂商虽然讲要甲你刷叮当，但是无遐简单，短期间内绝对袂刷。吼，所以对着伊经济吼，也有一定的支持甲帮助。但是你若讲中国的经济行到即个坎站咯，啥物坎站咧？就是讲。你的劳工的红利已经渐渐无去啊，你的环境嘛无法度互你继续安尼污染嘛。因为对着中国人民来讲，你中国共产党做了安怎，你习近平做了安怎，我毋知影。但是你莫甲我，你生活的环境变了愈歹。对，过去我无钱的时候，我会想讲我食饱就好啊。即马过去遮侪厂商去中国投资，慢慢啊甲整个即个中国的经济带起来了。
中国人民，我相信因伫国内的生活水准嘛是慢慢啊咧提升嘛，对无？咱会当看到过去其实有真侪中国的观光客、中国的学生啊，到咱台湾来受教育，到咱台湾来佚佗，其实有足侪人因的生活水准，反正拢比台湾人较悬，吼啊，甚至袂输咱台湾人。所以伫即个情形啊，咱看到这个情形就是讲。你要甲继续维持迄个过去迄种的生产方式，你是无法度甲继续维持的。所以，这厂商被逼咧，无法度继续甲淡遮投资，一定爱刷走。所以，中国的经济要甲安怎继续落去，就要有新的技术，要有新的投资，有法度入来。但是，新的这个投资，甲拄到美国即马开始对着中国的管制，这个新的投资绝对是袂入去的。是。所以，中国的经济，你讲会放袂，绝对是。无遐紧，无遐简单就放落去，但是会好袂，绝对袂好，这是足确定的。因为吼，伫即件吼20大，虽然讲伫因内底真少讨论到即个经济议题，但是因的国家发展委员会的即个副主委吼，有一个姓赵的即个先生，出来讲，伊有出来讲，伊有讲啊，大家拢误解着吼，中国吼因要家己生产、家己食啦吼，就是讲。推动因家己的内循环，但是因家己本身嘛有讲着，因嘛是爱依赖着即个外资，吼，即个外口的国家来甲因斗相共，吼，只不过因想要讲，伫即个参外资咧往来时，有一片家己的天地啦，吼，但是吼，咱会当看到习近平，这自我矛盾呢？对，伊伫即个伊知影即个问题伫对，但是伊的讲法参伊的做法，参着中国目前即马对着国内一种管制。迄是完全是无共款，两回事啦。对，所以伫即个情形下吼，我相信对中国官方的看法，因知影讲因有爱继续参外国往来，但是因可能唔知影讲即马外国参与往来已经愈来愈少，根本就无啊。所以伫即个情形下，你讲中国的经济，伊嘛是足惊，大家拢感觉讲啊，阮中国无要参人往来啊，所以阮要家己发展，阮家己生产，啊，阮家己来食，阮无需要靠恁啊。啊，因家己知影讲毋是即回事，毋过因就是当咧做即件代志，所以我感觉这是对着整个的即个中国的经济吼，非常危险的所在啦。啊，当然吼，中国的经济若歹落，伊是过去是有哪慢慢甲饲好大，有哪是一个较大的市场，啊，伊内底嘛是有一寡人，咱毋免讲济，上海啦、北京啦吼，啊，即个广州一寡较有钱的即个城市，其实因的消费能力嘛袂歹，但是即个城市因的人民若受到即个中国封城的即个影响，因的收入若无去，其实因的消费嘛会降，对着整个世界经济嘛是会有影响，三支大条一定是无去的。蔡老师是，咱头啊吼延续这个话题吼，蔡老师甲玉珍姐啊吼，拢讲，这个中国吼可能经济袂安尼马上来崩盘啦，但是一定会是落落去，但落去到什么程度，伊必须要伊会清楚讲啊，就要较理性一下，唔通安尼凡事拢用政治来去控制，还是讲伊这本体。伊即个体制就是有一个困难，我就是要以政治为前提来做我的经济。咱以美国甲日本的经验，咱来讲啦吼，美国伫迄落差不多80年代的时阵的话，伊落落。咱来讲日本的时阵，伊伫迄1991年的时阵，伊嘛落去啦。那你看日本落落了后，差不多20年到30年，伊拢爬袂起来。那用这个方式去看中国哦，中国伫进前伊的成长啊，一年拢差不多8%。但是今年可能才变3%，明年呢，IMF 讲啦，可能是4.4%啦，但是可能有个所在讲啥无共，所以中国伊的形体啦，伊形体就是讲，伊在一直成长足紧了，伊一定是会落落来，伊一定会降啦。那像咱一代人经济循环啊，嘿，伊一定会降落来。那你看伊即马伫个20代又讲，伊讲这叫做中国式的发展啦，这是因讲的。那什么叫中国式的发展啊？日本啊，咱讲迄个其实大伊嘛讲讲叫做新的资本主义啊，但是新的资本主义嘛是爬袂起来。啊，你讲这中国式的发展，你嘛是有法度爬起来，再来拍一个怪迄个问题。因为伊讲，你早就咱中国为啥爬起来？就是世界的工厂哦。啊，你世界工厂，我啥物拢做，啥物拢来啊。但是你这么方式来讲，你工厂也不一定恁兜有啊。我来越南，愈俗；我可能来泰国，我可能东南亚愈俗。所以讲，你会晓的所在，人别个国家嘛会晓啊。你讲 Made in China，Made in China 是袂歹无毋对，但是你 Made in China， 你即摆人资嘛变贵啊。啊，中国人资变贵了后，人是毋是一定爱为刷出去？所以
你中国你来发展你家己的迄个形体出来，是毋是有法度呢？真正无遐简单。那法度的时阵，你日本拍了20年、30年，伊早就爬起来。但是咱搁讲一个问题哦，伊人口有14个哦，伊到3%、4%的时阵，伊敢要拖即个14个人向前行，遮大动的，足困难的。那像我这一个拖咧拖拉机啊，我这拖拉机这엔진就无够力，啊拖落油甲差了，啊二到底伊嘛是拖袂行，所以伊的经济你讲要像咱迄个一概就讲崩盘吼，可能无啥有可能，但是有一个可能性，伊会崩盘啦。有一天，若讲伊个一个阿兵哥啊，读甲歹个时阵，迄飞弹甲试了，大入台湾，我讲迄天就崩盘所在。所以我感觉经济毋是因为经济会崩盘，经济是因为政治互伊崩盘，这是伊崩盘上危险的所在。伊若讲我都安尼甲试了要武动台湾的时阵，伊的物件放赢啊！因为咱讲的。美国是伊上大的市场啊！啊，中国做物件，就是讲我做伫中国，我去卖出去，啊卖出去我甲你趁钱，啊我就趁一寡吼，我人就足济甲你趁钱。但是咧试了后，飞弹弹出了后，迄物件就送袂出了。咱佫讲一个方式来讲啊，为什么伊即个人讲迄个 COVID-19 嘛，是讲零，那一定要零。那这个一零的时阵，你物件就无法度处理啊！啊，你无法度处理的时阵，你佫讲你经济一直发展的时阵，你上厉害就是我做。物件，我做物件都袂歹，我做安尼吼，啊品质大家了会满意，我都送出去。啊你无法度送出去了，你讲要经济好到倒位，这份啊，所以我足惊就是讲，当一个人伊啊飞弹甲试的时阵，迄刚是崩盘的所在。这就是听你讲，认为讲有这个可能性。这个政权到底是理性还是真无理性呢？拄啊，蔡老师所讲的，就是讲吼。中国主要那政权发现变化，就是讲内面有人可能忍袂掉啊，吼！不管是江派还是对一派，甲你讲吼，我就是无要听你习近平的这个统治，吼，所以我就是要造反，吼。为什么有一遍吼，咱的上山无电池拍出去的时阵哦，做侪人讲哇，中国吼，若是反应马上讲啊，我嘛拍一粒转来，安尼。咱咧就去了了，就是两岸拢去了了，就是两岸拢失控。所以对中国来讲，伊上界烦恼的，就是讲，若有即款的政权无稳定，伊就是伊崩盘，就是伊瓦解的即个开始。因为对习近平来讲，为什么伊所有遮个数字拢要砍掉咧？都是因为我要控制即个政权，我要做有史以来以前前无古人服务来遮的即个第3任。可能到第4任吼，这是干那伊一个人安尼做尔，所以头前这段时间对武汉肺炎开始，啊到封城，伊要控制这个政权，无遮尔啊简单。所以咱看到讲，足侪所在经济开始看起来敢若崩盘咧。足侪人讲安尼上海封遮久敢挡会掉，吼啊。这个贸易罗真子啊，你讲的意思就是讲，其实伊是算过。这是伊的综合的上大的利益。对，这是伊为着要维持伊的政权清零，这件代志一定要安尼做。啊，你讲房地产崩盘，哪会崩盘？你遮个公司，遮房地产公司，我吼甲你收咧，啊，我搁分钱互你。敢若像讲，恁兜无钱通食饭对无？我政府都配合你，我配合你了，我搁每一户甲你分偌济操作偌济人民币，安尼大家敢有感觉讲伊的经济，敢若讲就内部的供需无问题，好，所以这个部分是第20代，咱看到讲伊为着要维持这个政权的稳定，所以伊一定要安尼做。但是安尼做，足侪人后壁刷落来有人忍袂掉。那忍袂掉，你若讲 OK， 安尼我就换人、换书记、换政权的统治者、地方的统治者来处理这个代志，安尼抑阁有法度通好等于讲控制，吼。啊，拄啊蔡老师所讲的，就是讲你已经连控制人都无要甲你插啊，所以内面有人叛变，有人想要造反。安尼对中国来讲这是上危险的，因为这个时间，所以上好的即摆是大家拢在听习近平的话，安尼上好较安全。等于讲，这是伊要控制的一个方式，所以吼，若要造反的人，你要顾虑到这个部分，是毋是会去影响到中国的政国系统？对，所以你讲即摆美国出这招晶片战争，安尼咱内面
中国一定会讲，安尼我对别位，所以比如讲我对印度，我对你唔能够逼到倒角去，逼到绝路，逼到绝路，伊就狗急跳墙啊！你这个意思吗？对，安尼嘛是一个危险。蔡老师，你有敢有同意这种讲法？比如讲，美国发动这个晶片的战争，还是讲货币战争，啊，开始甲逼到这个角落去。我对着这种的想法吼，我唔是讲完全认同啦吼，因为啥哪咧？因为其实中国伫过去吼，伊经济咧好的时阵，啥哪美国对川普开始，伊会开始对伊发动这个所谓的贸易战，对伊开始伊的科技进行管制，甚至是有足侪学者过去借着学术的名去参中国交流的时阵，其实因的技术是有泄漏，无意中也好，调工的也好，无意中去泄漏，这个千人计划，这种的做法就是讲吼。大家讲莫甲中国吼逼到即个绝路，但是你要甲逼到绝路的时阵吼，伊小共找机会去逐位甲你食你的公司，去偷你的技术，想要一心一意想要家己变大，所以伊毋才会提出讲，伊要利空几年的时阵，要会当互伊家己的中国会当足大的安尼，足强的安尼，嘛是因为安尼，较会互美国人或者系西方的国家。或者民主的国家去意识到讲，中国若变强，伊会开始来侵犯到咱这先进国家的这人权、这民主的制度，若安尼代志就大条啊。所以美国才会开始去管制。所以这是讲，互中国变强的时阵，伊就袂去甲你侵害啊。我只举一个反例来甲观众朋友讲，其实伊若变强的时阵，伊嘛是小共会甲你起落。当然，凡是伊好起的时阵，参与。良心发现，对，毋是良心发现，伊甲你起的速度是无共的，吼，伊用的方式是无共的。一种是甲你的物件，吼，讲一句较粗脆的，甲你的鸡仔、鸟仔掠无半只，尾啊你爱听伊个。另外一种是用较暴力的方式去甲你侵犯，不管用对一种方式，这个结果是相共的。所以我感觉，即马遮个民主国家大家联合起来，其实上主要目的，其实嘛毋是要甲中国逼上绝路啦。毁灭。吼，我感觉毋是要甲你毁灭啦。那会甲你毁灭吼，特别像咱顶礼拜咱伫节目内底嘛讲着讲，韩国的一寡厂商，会有一寡吼，会当互你延期延一档，吼，袂去受到即个限令的即个管制，就袂安尼做啊嘛。若真正要甲你逼上绝路，美国人就规拢莫甲你买啊。我就叫这厂商搁较贵，我就是要甲越南买，规个厂全刷过越南，刷过这东南亚的国家，还是讲刷去东欧的这个国家。其实这拢是有一寡方式，但是伊嘛是用一寡较安全的方式。一方面就是互你中国才有法度继续来生存，但是袂当互你继续透过这个先进的技术吼，佮来危害这整个这个民主社会。我嘛这是这个美国即马现主席咧做的。老师，这网络顶头种讲法啦，讲1985年的时阵啊，美国甲欧洲的各国吼联手来压迫着日本，吼签着这个广场协议，吼，互日本来升达，互伊来自伊国内烧钱哦，哇，互伊泡沫化。即我小等下请问两位啊，先请这个蔡老师来讲这个广场协议，到底对日本的这经济伤害，这吼。这真正，咱看这个文章吼，拢是对这个中国迄边所传出来的。美国人过来啊，就是要用这个手法来对付咱中国。所以日本人受害，咱中国人也受害。老师，你来讲看嘛？可能迄个时阵是1985年的差不多9月，因为迄个时阵是伫迄个纽约遐签迄个饭店签，所以咱看迄个广场，即个就是伫遐饭店迄个名。但是为什么迄时阵日本会甲美国签这？愿意签呢？嘿，伊愿意签。对来讲，美国为什么逼伊签？因为迄时阵日本啊，伊讲吼，阮即个国家都因为战争的时阵吼，战争啦，阮都去讲迄落做了一寡无好代志，阮都战后了，阮就趁钱就好。伊就趁到1968年的时阵，伊变世界第2大的经济哦，超过东经济。迄时阵迄个西德哦。过来一直谈，谈到70年代、80年代，美国讲会歹势吼，你吼反趁伤济啦。为什么趁伤济啦？因为你物件做得较细，做得较好。日本人讲无，咱卖你较少咧，讲咱袂使，你嘛是贪足济咧。因为你的日票伤俗，当初日票对美金，一美金对日币360块。360块。
安尼嘛是袂使，了无了升者，袂使，安尼伤慢了，你爱加签，所以就9月时伊就签了，差不多2年的左右了，日票就升差不多2倍哦。啊，日票升2倍了后，甲1989年的时，伊的股票拄爬到上悬，要到4万点哦，39000多点。啊，爬起了时阵，差不多过来到91年啦。因日本人是讲，做91年就是迄个房地产的崩盘，这就是你主持人拄则讲啊。大陆伊是毋是讲迄是甲日本上啊崩盘？啊，日本人为什么签了讲，歹势我真正趁你足济，因日票本来是咧固定的，袂使变动。我日票吼对美金都爱了变动，变动了忽然伊讲奇怪，伊这个钱啊真好趁的。我日本人吼以前开工厂，我做到要死，趁也无几块银。我咧签了熊我裤底变2倍，哦，这好趁的。我钱加钱较好趁，我都无咧广告，我搁咧做到要死。我就安尼钱咧开安尼印哦，银行互你借，我借钱搁来买厝，开来创啥，偌好趁啊！笑脸那个泡沫。烧去，嘿，钱就烧去啊！烧去了，迄个日本即个问题就讲，中国伊讲当初为什么美国叫你签？你哪戆你就甲签了，签了就变2倍。所以日本即个咱来讲，像西方一个手术的概念，我来手术了足紧啊！中国伊讲袂使，我这样重要啊！你看以前日本的签这个，我说伊就无要甲你签。所以咱看咧川普嘛是甲讲你都爱教我吼。你的汇率有问题，你唔通操纵。嘿，伊就去学日本啊，所以日本就是泡沫，就是崩，就是破去，所以拍了90年代拍了21世纪拍20年，到即马那么讲，伊可能佫爬袂起来，所以中国当然去学日本迄个当初啦，伊个痛苦的经验，这咱爱了解的所在。所以这个代志就显示讲，中国人这个讲法是敢有道理吗？啊，但是事实上，中国人也无要随在伊袂去这八达，也是凊彩去甲升经来甲讲啊。这吼，但是即摆中国甲迄时阵的日本吼，一个足无共的所在啦。咱拄则讲的，对，无共在哪里？即人日本来讲，我著趁钱就好啊。美国讲，你趁我伤济钱，你威胁到我的经济。美国知影讲，你会威胁到我的经济，但是即摆中国无共，我若趁钱了，我军事嘛发展。我政治我讲话伫世界我讲话，嘿，我爱大声。日本人无爱讲，我甲你趁钱就好啊。即摆中国讲，我人民票爱变成世界的钱，那将你美金变成世界。日本人伊早无讲哦，所以对美国的时阵，迄时阵是甲经济威胁到美国，但是即摆中国是讲，因为经济爬起来了，军事有钱就会使一直发展啊，武器一直发展啊，我就会威胁到你。我这个网络我都会威胁到你，但是当初的日本拢无，所以当初的美国吼，是讲我甲你夹一个，但是伊无真正出手甲夹到重的哦。你都无威胁到我，趁我的钱都有影。但是日本安尼就30年都拢顶不起啊咧。对啊，安尼是真厉害啊！这来请教的有真正。这日本吼，其实大家拢讲吼，即马去日本佚佗是该着的时机啦吼，因为你看美金啊个日币是即马看今仔日是149啦吼，等于讲吼，你以前吼你1箍台票吼去到日本以前可能会3箍外对无？即马2箍，所以但是你去到日本的时候，你有发现讲物件变足贵的哦，一碗拉面以前可能是300块、400块，即马起超起2成以上，嘿对。所以对伊来讲吼，其实你讲伊即马日币这尔弱，但是伊物价是起的吼。所以为什么这边伊要伫全世界内面吼，其实伊嘛开放互全世界去观光嘛吼，这是伊为着要扩大内需，若无实是讲，规起来趁这个观光对，若无日本其实伊伊是亚洲的这个货币内面真正是上弱的，台湾也无遮尔凄惨，所以台湾这边咱看到讲，包括股市，咱这个情形，咱的股价吼，嘛是全世界比起来算较少，较无落到遮尔凄惨的哦。所以你讲吼，过去的这个广场协议，到今嘛，咱咧看讲包括佩洛西，包括蓬佩奥这些人来亚洲的时阵，一定爱去参日本讨论讲要安怎来对中国。所以今嘛大家这个合作吼，
这个印台这个合作是围起来是做伙，所以吼。发展做伙发展经济，啊，做伙发展这个亚洲的这个安全，吼，这个嘛包括台湾在内。所以吼，我感觉即马这个情形，参过去1985年的这个广场协议是无共款的。啊，历史的背景已经无共。对，所以这边全部印太这个安全，吼，比。过去干那为着日本讲啊，我要互你趁钱，即摆即个情形已经无共啊。啊，日本我感觉伊家己的基础嘛是有够吼，因为这边大家拢受到疫情的影响，所以即摆大家拢知影讲吼，疫情过了后，我要安怎发展我家己的优势。所以日本有足侪伊重要的即个科技也好，啊先进的即个技术也好，日本有伊的优势。所以我感觉日本这边到即个坎站吼，149。搁落去无偌济，已经差不多啊。无说，刘婷姐，我知影讲，这个日本的央行的总裁已经向要求讲，哇，这个货币已经接入啊，你也甲洗一吼。这蔡老师，这到底这个央行的这个总裁应不应该洗一？伊的这个决策敢是对还是唔对？你若讲，互伊的货币吼，安尼一直怎落落吼，一直愈来愈无代志吼。事实上会造成日本伊国内一寡进口的物件愈来愈贵啦吼。就是拄则大家讲伫的，你食一碗面，啊面有一寡原料是对外国入来的，啊这价钱当然愈来愈贵。啊对着大部分的日本人来讲，我若伫即几冬来经济无特别突出的发展，无像咱台湾伫最近即几冬其实有一寡大商转来加减啊投资，而且这投资的量其实拢足大的。会带动一寡外商嘛，拢入来咱即个台湾投资，甚至日本甲需要咱台湾的厂商甲去日本来投资，对无？所以伫即个情形下吼，伊若继续安尼维持，互日元吼，互日本的即个货币遮尔弱势吼，会造成伊的进口成本会愈来愈悬啦。啊，伫进即个现主是就是讲，整个世界的经济大概是感觉即个需求。伫全球即个物价愈来愈悬的情形下，整个世界经济应该是会落落来。所以整个世界需求落落来情形下，你日本互你的日票甲落啊甲较济，其实嘛无效。吼，所以你若无去顾你的进口，即个进口成本若愈来愈悬的话，你会互日本人的生活愈来愈歹过啦。事实上，日本伫最近即阵啊，因的物价。即个碰撞率其实嘛是7-8%以上，7-8%以上咧。所以7-8%其实对着咱一般的食头路人吼，不管你是台湾人、日本人，迄感受会足深的。7-8%是甲平均来讲，可能有一寡是15%，有一寡是20%，有一寡是2%。啊，我咧消费的拢是遐20%、25%。你想这选民的避免的，这绝对是无法度接受的啦。所以我感觉日本的中央银行的总裁吼，迄压力吼会愈来愈大。蔡老师，你来看卖，这个中央银行的总裁吼，到底伊的这个政策是对还是唔对？哦，我先爱讲一个数字，这可能了有问题。这 NHK 啦，咱看这个哦，伊毋是7-8%，伊平均是2.8%，这是一平均啦，平均就是讲拢总算起来。那中央银行伊的政策嘛，政策就拄则咱看这个嘛，这个时阵哦，咱讲中央银行，因日本叫日本银行，伊为什么讲外日票安尼你调整利息这个问题？因为伊的想法就是讲，阮即摆日本吼差不多2%，真无简单，爬到2%，我经济就无好，我若爬到2%了，我经济迄个经济啊，就会变较好，所以袂使讲我这利息吼甲压去，而且咱一般人有一个。误解啦，为什么误解？拢人美国话呢，一直起，迄利息一直调，啊，恁日本那无一直调，因为美国的通膨啦，差不多8%哦，日本平均才2点几%呢，伊是足低啊。啊，那日本啊，即摆是有黑田嘛，黑田的话，伊差不多到明年3月、4月就爱来啊。所以，因日本的中央银行伊有2种想法，对即种想法，伊叫做零利率零啦。为什么叫零呢？咱零这个意思，咱用这个就是电视，迄个来甲各位观众朋友介绍一下。零的意思是讲，因基本上拢零啦，而且咱袂使讲为什么完全零呢？吼，完全都零啊！啊，完全都零的时阵，当时的美国当时起2月24，欧洲当时起2月24，啊，各个国家拢差不多2月24起。
日本都差不多拢零啊，因为完全躺平呢吼。都躺平啊，因咱讲做零利率，迄利息啦，迄个利息啦，才零啦，其实嘛毋是讲零啦。所以你讲伊的政策是毋是对，是毋对毋对？咱来看伊的想法就甲伊无共。那日票为什么变遐俗啦？变遐俗就是这上大的原因啦。那因为美国伊的利息起嘛，人讲啊美金较好赚，我甲日票卖掉来卖美金，我来去遐囥啊来较好赚。但是这个吼，影响讲伊国内伊的经济，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物件变较俗，我钱变较俗，我去共买的时阵，就算讲有哪买不起。但是咱日本的政府是毋是爱讲啊？我插手落，有插手。伊讲伊要投资100亿的日本票要来扩大出口的。对，有插手落，但是这个插手了，是毋是讲法度甲伊个日票了啊扭起来？伊就无法度啊！啊，无法度，就上大的原因就是讲你的利息是毋是爱扭起来？因讲我暂时，所以到明年差不多3月啦。因为这个总裁是黑田嘛，库洛达伊运动是卖，这因为啥卖？这就是爱拄则我甲各位观众朋友介绍的。1991年日本拍落了10年、20年、30年，我都爬袂起来。哎哟，为什么爬袂起来？哦，因为吼，你这个物资收缩，你得安尼物资流啊起起吼，啊你经济才会变好，这是因的想法。才会烧。对。哎，这经济才会烧。但是咱讲看咱别人吼，想咱自己吼，最近有一个消息哦，但是我吼代替观众朋友来想哦，嘛要甲3位来探讨啊，就是讲哦，咱的 GDP 哦，哇，讲变做东亚第一名啦。那这到底是该欢喜，还是该悲哀？因为呢，欢喜是讲咱好不容易GDP 变做是东亚第一名。但是事实上，咱的薪水嘛无起价啊，嘛无趁过真有感觉啊。咱来看卖，这到底是安怎一回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最近一份报告有估，台湾2022人均 GDP 将是东亚第一。而国发会主委景明星进前更加乐观有估，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会比 IMF 有估3.3%较悬。这个成绩是比全世界都来得好 ，IMF 这样特别的说明哈。那我们预估来讲的话，数字上可能会比 IMF 稍微乐观一点点。韩国人均 GDP 大约107.2万，日本109.6万，台湾是113.3万，位居东亚第一。根据国际报道指出，台湾 GDP 的快速成长主要是半导体产业助攻。不过真侪基层劳工对台湾2022人均 GDP 真好表现，其实拢无这个感觉。现在都不敢请人，请人请不起，利润太高了，物价涨太多了。经济的成长就 GDP， 它的贡献主要来自于企业的投资，也就是固定资本的形成，所以它跟一般的民生经济没有关系，那更不用说跟一般的劳工的薪资更没有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纵使经济成长的人均 GDP 增加了，可民众还是会无感。尽管今年台湾人均 GDP 有估会是东亚第一，不过学者指出，受今年第4季半导体库存面临去化风暴，加上美中制裁效应发酵，有估台湾明年经济表现恐怕未上好，要小心来应对。记者综合报道。这条新闻哦，我是代替咱观众朋友吼来问的啦，就是 GDP 的成长，那一般来讲吼，照卡道夫的这个逻辑来想讲，这个平均嘛吼，所以应该有分到我的落地啊。但是事实上，一般的民生是无感觉的，有真是。对，而且吼，你会感觉讲吼，我那钱愈来愈唔敢开，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已经几立波升这个利息吼。我要甲大家报告讲，你厝诶若有贷款的人，比如讲你若贷1000万，即马买厝贷1000万的人足普遍的嘛吼。1000万，你本来过去你去银行甲你贷款利息是1.3吼，就是1.3的时候，你算起来你一个月差不多1万出头吼。可能10500块，但是到即马哦，甲你新沙坡啊，最近你收到的单，我本来交1万块的利息，是安那一个月变15000块，加4-5千，加4-5千，吼，敢若你贷款1000万，你着对我到即马算起来是1.8哦，即马本来是1.3到1.8，即马咱讲即个利息若升到2%。甚至到3%的时阵，
偌济人挡袂掉，所以你敢若买厝的人，有贷款的人，你敢若1000万的即个利息，每个月都要加出4、5千块，所以你若贷款有若搁较济一数啦，安尼你就感觉足忝的，足忝的想讲，我若有第2间厝，我是毋是甲卖掉吼？卖掉即马吼，搁厝吼，你想要买的时阵，搁无人买。厝有落价无？无解落价，为什么？因为即马做者你买厝的时阵，即个销售即个厂商甲你讲吼，钢铁啊贵啦，水泥啊贵啦，人工啊贵，所以吼，阮即马成本加15%至20%，所以我厝价嘛降袂落来。所以就冻伫遮，所以你买卖嘛袂成交，价销嘛落袂落来，所以这叫做停滞性冻伫遮停滞性的通膨。停滞性的通膨就足艰苦的，就是讲我若有钱，我的支出增加了，我钱嘛足歹开。所以即马台湾大家感觉讲吼，咱是亚洲内面 GDP 算讲是上赞的啊。为什么我无感觉？我有想到一招啦，规期出来开啦，出国来开，可能较会适合。你可能会感觉讲安尼即马去日本佚佗吼，咱感觉家己较有钱人啊。对，伊敢若像日本讲吼，我嘛要做出口吼，我做出口，我去趁美金，我去趁其他的即个趁美金来吼，增加我的即个收入，所以我的 GDP 就会较悬。所以咱即马嘛共款，你若讲我要安怎投资才会当，互家己的收入搁较济，有的人讲好你加载，我即马做侪钱才会生钱啊！对，包括讲我可能有一寡物件，我收的是美金吼，我收的美金。我就会有较济的即个利润，吼，所以即摆就是爱改变一寡思维啦，毋是讲我钱都欠伫遮，吼银行的利息即摆可能加一丝啦，安尼我生活会较好袂？袂，因为到即个情形，台湾即摆你讲停滞性的通膨，物价嘛有咧起，即摆你要买100块以下的便当已经愈来愈歹买啊，所以我逐个人看到讲有迄种55块的便当，迄新店公民街我看讲55块的便当伫遐摆。台铁便当啦，伫遐摆一连则长，就是因为大家感觉讲我会当欠就会当省较俗搁好食的物件，我就去买，所以这是即马所有大家消费的即个心情。是，这蔡老师，这我就是要问你哦，这到底中央银行爱做啥物代志，或者是讲，譬如讲玉珍姐啊，才讲，咱规期咱家己爱想办法，咱个人爱来想这个突破的这个方式。我感觉咱先转来拄则讲到即个咱台湾整个即个经济成长率吼，超越即个日本、韩国吼，即个数字到底是好还唔好吼？事实上，这数字绝对是好的吼。好的原因是啥呢？因为上面证明讲台湾的经济，不管是半导体啊、其他产业也好，伫即几档来是有成长。吼，啥话咧？因为你其他的产业无成长嘛，无要紧，你半导体的产业成长起来。对着经济来讲是好的，你嘛会当互留着一寡较悬的薪水，互咱台湾的少年人毋免甲走去其他的国家去领人的薪水，所以对着台湾咧留着这个较好的人才，这是有帮助的。那一方面嘛，吸引着一寡外国较好的这个资金、较好的厂商来咱台湾设厂，创造一寡就业，所以这对着咱整个台湾来讲是好的。但是大家当然就是讲。咱真侪观众朋友，你若毋是伫遮科技业，当然你会感觉讲经济好袂着我无感觉。其实好袂着你，这是正常，因为大家伫产业是无共的。但是咱爱关心的就是讲吼，政府的角色当然爱尽量去避免一件代志啦吼。经济成长率去超越着日本、韩国，这是好代志。但是爱注意啥物代志就是讲，比如讲新竹县市、台南市。还是讲高雄市爱注意啥物代志，我相信咱足侪观众朋友拢真有感觉的，就是房地产的介绍。你爱避免着讲遮足侪人看到遮对去炒遮房地产。虽然讲政府目前有推出一寡咧拍遮个炒房地产的遮个措施中央银行嘛有推出一寡遮个措施，但是爱密切的注意啦是毋是甲继续甲悬起哩啦第二点就是拄则主持人讲到即个物价问题啦当然，即个物价问题利率是中央银行一种对付物价上好的即个工具像那利率是伊对付伊上好的工具，因为你利率若愈悬，大家咧投资、大家咧用钱就会愈细利啦你对着咱即个物价的影响
会当控制着即个物价。有的人会感觉讲，啊，我经济都好好啊，我物价的成长率也毋是讲足悬的啊，吼，咱无需要讲对着其他国家安尼相共，甲利率起啊悬。嘛，今仔你莫甲利率起啊悬，上尾你嘛爱起一寡，因为你袂当否认讲吼，房地产敢讲遮悬，毋是利率伤低的问题吗？因为咱若大家观众朋友有一点仔印象吼，过去即个利率开始咧低的时阵，大家第一个想法讲，啊，我家己定存的时阵，愈来愈无钱啊。对，紧提出来用。啊，有啥物通去投资的无？会当去买一寡股市，会当去买一寡房地产无？对，啊，所以钱就是安尼，互即个利率的政策来影响，这个钱就走入房地产里。所以这个价数若愈来愈悬的时阵，你就会造成咱的民众第一点，你要买厝的即个支出就愈来愈悬。大家会感觉讲啊，我若利率扭起来的话，我会影响到一寡贷款的人，无毋对会影响到贷款的人。但是是安怎贷款的即个利息的支出的悬，大家毋通袂记哩，是咱的房价伤悬啊。这嘛是一种大家爱考虑的，所以是房价参利率做伙算起来，开始你的贷款的支出。啊，若是因为房价伤悬，你煞来赖吼讲哦，利率你毋通啊起伤济，无大家民众吼支出会挡袂掉。其实咱爱甲斟酌去考虑的，其实是房价是毋是伤悬啊，毋是利率伤悬。你若是因为利率感觉讲伤悬，会去造成着即个房屋的即个贷款吼，支出的伤济话，迄是毋对的。吼，你应该另外一方面就是讲，正本清源爱去处理即个房价的问题。第二点就是讲，你若想着讲啊，我若利率起起来，会造成人即个纳者的即个房价吼，即个贷款的支出的增加，毋通袂记哩。咱足侪少年人，当毕业的少年人，我一个月领3万4万，根本买袂起。我钱规拢欠伫银行咧。我是去找迄对一间银行吼，会定存的利率较悬，我去咧开户，去咧欠钱。啊，你无顾虑着这个人，你去顾虑着讲买房地产的人会支出的伤悬，我感觉这是颠倒头想伊啊，吼，这毋是真正。蔡老师，你有同意这种想法无？即正本清源就是咱的房价伤悬，咱应该中央银行爱适度来调升伊的这个利率。感觉利率咱即马1.8%啦，日本的话基本上是4.0啦。但是你讲咱即马的通膨来讲的话，差不多3%嘛。啊，3%基本上来讲，毋是讲真悬，但是再讲咱的资本主义，咱台湾的资本主义甲日本无相共，你即马是对美国去。为什么？因为咱以早是日本统治，咱台湾人的想法甲日本人较像。这为啥无共呢？日本人的资本主义讲，咱即个有钱啊，大家趁，咱饭会使加食一寡，但是袂使规碗拢捧去。但是战后了，咱的想法来讲，我规碗拢嘛要捧个，所以咱资本主义咧想对遮来，就是讲。有钱哦，伊会对一直吸去，一吸对有钱去。拄则咱讲的啦，日本人为啥80年代时讲，我用钱趁钱才好趁，我要戆咧，要做到要死，一工要趁你偌济。所以你用美国的data咱来讲哦，美国吼1%有钱人，甲50%的人，差不多96年代时阵咯，就共款哦。你用结果啊，一个人甲50个人，咱共款。啊，即马是1%的人吼，比50%下骹算起50个人。悬愈悬啊！咱即马台湾就是安尼啊，所以这个房地产对咱来讲啦，好亚甲散车的人差真济，差真济。咱成长这当然好代志，但是咱的问题是讲啊，为什么钱啊走对好亚人一直去？啊，我的厝一直买，一直加，厝一直买，一直加，我一直加，我当然愈来愈好亚。我当然来洗钱，房地产是我洗钱的所在，房地产毋是我要大的所在，这是咱的问题。所以你刚讲起迄个利率起的时阵，你害死足侪人啊！为什么一般人来讲啦？我一个月看，拿像主持人讲，我一个月可能赚2万3万。即摆大学生毕业，我讲我赚2万3万，我一箍2箍1000 2000，计到要死啊！啊，计到要死的时阵，你甲我起100 200，伊会足挡袂掉，你知道？所以咱的问题是讲，咱着真正真好个啊！钱为什么拢吸对遐去？为什么这个1%了？这个美国共款，这是咱爱去改进的所在。啊，这要哪改进呢？这大家就是想讲，我要想要来买一个厝，啊，大家安怎的政策就是改善讲，啊，你就爱来买厝。
啊，你执政的人，你就要去想办法啦。比如讲，你要做一个社会主体，或者是少年人讲吼，我收入大概4-5万块，但是我每个月会当去应付这个大的吼，这个需求的金额到底是偌济？哦，所以包括讲你这个社会主体是毋是爱较济，或者是少年人会有家己的厝通去住，这是上重要。少年人感受会到的嘛。所以你看这边选举，每一个县市长讲哦，我开出来社会主体，我是要开几千户吼。啊，要偌济时间内面，我会当起3000户的社会主体，这就是足侪县市长6都内面即马上界重视的一个政策啊。吼，啊你其他就是讲吼 ，OK， 这产业会当入来吼，啊产业会当入来，咱这就业的这个机会就较济，啊就业较济，因为咱看到讲吼，虽然股价即马落，吼，虽然股价即马落，但是你看到今年6、7月咧配这个股息的公司，哦，足侪人讲，哇塞，我买一个华硕吼。好啊，一张甲我配40几块，40几块对，所以吼，我若有一张华硕，啊，我就有买一张，我就分4万几块吼，啊，所以我若我会这个内面，嘿，我这内面若有10张20张吼，哦，我就今年就加一笔红包，好，所以类似像这款的这个公司，啊，咱会当投资的人介济吼，啊，所以大家若咧分股息的时阵，嘛拢分甲欢喜甲。拢是5%、8%、10%固定的这个叫做利息的人，吼，会当收到足济嘛，所以你就要学会晓去做这个投资，吼，所以即马足济少年的嘛讲，啊我除了趁钱啊缴贷款以外，我是毋是嘛会当存一寡股市，吼，会当互我逐年分利息的红包，吼，安尼日子较好过，所以这拢爱训练啦。叫大家无一定爱买厝的对吗？无一定，爱。